芳味这款，这是真侪人有无共款的感觉。伫高雄三民区就有住透天厝的民众，甲对面的徛家厝边，因为洗衫的问题起冤家。因为这对面感觉讲，伊洗好的衫晒的时伤芳，芳味伤过重，互伊无爽快。双方有进行协商，讲4点进前袂使洗衫。毋过这住对面的就认为讲，伊要洗衫，佮看人的面色无合理，无要配合。双方因为安尼闹去法院。甲洗衫整倒落开始洗衫，毋过有民众因为洗衫的气味相重，煞去互告。伫高雄三民区这条巷仔底，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，因为厝边咧洗衫拿衫的时阵气味相重，感觉真不满，有甲对方约束，下晡4点进前莫洗衫，若有洗嘛要5项的。两个人约束的时间过了后，厝边免阁遵守4点进前袂当洗衫的约定，所以便若洗衫气味就阁走出来。这个姓黄的查甫人甲伊提告，要求爱赔60万。旁边都空啊，东北季风一吹来，就往这边飘啊。他一洗的话，我这个可能那个窗户什么要关一整天呢。直接洗衫盖底啊，什么关系？阮楼顶洗衫盖也无关系啊。阮用洗衫精，我嘛无用洗衫粉。法官认为讲，这两户是住伫车对角，隔差不多5-6公尺，就算有味，侵害嘛无严重，判这个姓黄的查甫人败诉。不过，伊讲这气味真正是真重，伊会上诉到底。无啊，伊拢提指甲流落，有片啥物味？其他的厝边大部分拢讲无啥物味。有民众是认为气味甲噪音这款问题是真主观。高雄市洗衫工会研判，气味会真芳甲真重，应该是柔软精或者是人工的芳精。有当时会因为烘打了后，气味是较高。后来我们去给他追踪的话，才发现他们是属于化学香精。化学香精的话，持续性非常强，而且闻久了都好像会有一点头晕晕的感觉。工会讲，有会员因为洗衫精的气味，或者是机器运转的声音，去互厝边隔壁怨叹。不过工会也是徛伫大家和平为贵的观念，请会员尽量协调，配合厝边减少纠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